这是咱上大的恩典。咱要做伙来学习主的话，咱大先来祈祷。主啊，主，阮上帝感谢你的恩典啊，听堂，赏赐阮这个时间伫你面前自执。主啊，阮的身心灵伫每一日的过程中间，有主你通瓦靠，甲主亲近，这是阮生命中上大的祝福。阮珍惜这个，也保守这个。愿主也通过你的话，诚侪阮属灵的开达，互阮伫人生的日子，因为有主的同在，阮就哪来哪勇行，哪来哪奋进，哪来哪领受伊的恩典祝福，通荣耀你的性命。愿你的话诚侪阮的帮助，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阿免。今日姊妹，咱今仔日三甲来学习这个圣经内面上出名一段故事，就是出埃及的故事。出埃及的故事到底互我咱有甚物款的启示呢？几啊千年前的代志，甲今仔日咱人生有甚物关系呢？这是咱要对这个故事来学习到的。人生红海到底是甚物意思？咱要安怎来度过这款的红海？出来记记14章20到25节，这段经文咱只干那接伊这个20到25节拿定。这段就是摩西伊举竿伸手来指着海，就是这个红海。因是安怎会来行到红海呢？这个故事咱有闲会当伫咱小组，也是咱转去的时阵，会当对14章第1节开始读。对第1节开始读是，因为上帝亲自安排这个剧本。因为当法老王因的国家埃及未堪这10个灾害，咱拢知影个出埃及另外一个出名的故事，就是10个灾害。最后一个是埃及的大囝，拢是一暝中间死失去啊！埃及的法老王未堪就讲安尼好，恁这群人实在是足歹处理的，赶紧走，赶紧走，放因走。但是14章的第1节讲起上帝甲摩西讲，叫伊伫咧离开的过程中间，请伫红海附近的一个所在扎营，意思讲毋免直接走。咱知影啦，当要追求自由追求咱遮的对得的苦待，咱应该是走愈近愈好啊！啥上帝要安尼安排呢？圣经记载讲，上帝雕工要用一个迷魂阵来互埃及的法老王误会啦。是讲这群人走袂去啊，因为伫沙漠中可能找无着路啦。事实毋是，上帝的天使、上帝的分挑拢已经甲以色列人带好啊，只是上帝一个计划，就是要互埃及的王甲伊的军队来尊敬上帝安尼。所以这个故事呢，伫这个情形的下面，埃及王真正误入陷阱啊！就讲这群人遐侪人走袂行啦，就准备要派队兵来甲因掠倒转来，伫这中间，圣经记载讲因的战车有600只呢，军队是安尼非常的勇猛，阁有战马、战车阁才会骑马的兵安尼要对入安尼。这中间阁发生一个小可一个冲突，也是讲一款的冲突，就是当以色列人无了解上帝安排，看见后壁的队兵、埃及的队兵迎来啊，迄个时阵就开始咧怨叹摩西啦14章的11节讲，因对摩西讲难道咱伫埃及无壮心的所在吗？是安那要甲咱带到来旷野来丧死呢？你甲咱带出埃及，你看，你做甚物好事？上帝事实是雕工两边拢要试验啦，试验埃及兵，嘛要试验遮百姓，到底是安尼？若讲对路的，也是真正要追求自由咧，无怪一个听见危险的消息，就对摩西来埋怨啊！所以遮个以色列百姓讲一句，互人
若要做领导者吼，迄实在是心中爱有会坎折啊。因甲摩西安尼讲呢，讲吼，我甲恁讲，莫管阮的代志啦，互阮去埃及做奴才好啊啦。讲做奴才比伫旷野死较好安尼。你甲想，当一个领导者用心计较，受上帝的呼召，讲来吼，咱来甲遮个百姓带出埃及，互伊毋免逐世人拢做奴才啦。做奴才做惯势吼，会习惯呢，面大走，你敢知？迄就是咱吼咧饲狗啊，嘛是安尼啦。饲狗你甲拔久啊吼，伊就袂走啊，安尼。这是人的一个软弱的所在。但是摩西安怎应答讲？伊讲毋免惊，徛好知。今仔日恁要看见上帝安怎救恁，恁无阁看见这埃及人，上主要为恁来作证，恁爱定睛。所以圣经就接来到这个所在，上帝来甲摩西讲：你免惊，迄拢我安排好啊。你举竿啊，往海伸去，海水就会分开。以色列人就要伫大地来行。伊讲：我要互埃及人，因的心刚硬，因会入去到这个海内要对入恁。但是我要互埃及的王甲军队来尊敬我。当我甲因拍败了后，因就知影我就是上主。所以圣经记载讲，上帝天使原先行伫以色列的大队的头前，现在射到后壁面，云条要射到后壁面，隔开埃及人甲以色列人，云互埃及人陷入伫黑暗中，却照明了以色列人。所以规个暗时呢，因为即款迷魂阵吼，互埃及兵找袂出到底以色列人伫倒位，因连要去拍因都找无路。所以故事就直接到伫咱今仔日读的经节，讲摩西指海，上主真强的东风吹几暝，互海水提去，讲海正做大地，水分做两边。就是照即个圣经讲的，讲以色列人呢，因就行伫大地，因为两边的水拢水墙啦，埃及人对入吼，战争、战车、战马，马兵拢跋落伫海中。到天要光的时，上主对云条甲火条中，落看埃及的军队拍乱因的队伍。你啊看，当上帝咧主导这样事的时阵，以色列人因是面对着困难。这个故事安怎解决？就是今仔日咱要三个学习的所在。因为上帝互战车迄个链去加安地，行袂行，埃及人就讲，咱就赶紧走，离开以色列人，因为上主为着因来拍咱。现在四位用这个话，咱要三个来学习。当这个以色列人安渡红海的这个障碍，这是一个古代的故事，嘛是今仔日的故事，是呢，咱的人生甲这个故事有真大的关联伫咧。这个故事牧师先做一个简单的描述，咱来做一个归纳，就是脱离埃及为奴之地，以色列人应迎向光明甲自由。但是呢，这个抗战拄着红海的障碍就对啦。讲后有埃及的追兵，咱台湾话一句俗语讲：进无步，退无路啦。进到海咧，退吼。埃及兵遐凶猛，伫等你，无怪这以色列人吼，气甲咧骂摩西，讲你安尼好出头，甲阮带来遮，连可能转来做奴才，嘛阁有一喙饭通好食。这是一个非常关键，迄毋是一个人的代志哦，是一个民族几百万人的代志。所以民族因要重生之路，一个开始。甲就要结束啊咧！这何等，你若想做一个领导者，迄款的压力偌尼大，迄百姓是一个咧讲咧，正人讲咧，明明都真正危险伫遮，你也嘛无在过即个以色列人安尼骂啊！但是好佳在，这个时阵领导者若乱去吼，真正即阵人就
死无葬身之地啊。摩西真足听上帝的话啦，所以摩西的手甲伊的管啊，真这上帝一个显现大权能的指挥棒。迄个变落也免出什么啦，对毋对？迄个管啊，一个指落去，就是伊顺服着上帝的呼召。摩西海伸手，上主就分掀起一阵强烈的东风啦，甲海水吹退。啊，即个真正吼，后来足侪科学家足趣味咧研究，研究讲这敢真正有影，迄是啊神话故事咧。但足侪科学家有捌研究，用卫星，用遐个侪迄个潮汐，用迄个当时的大自然，因讲事实有可能，但且是上帝自然的作用，就是迄个东风一直吹的时阵拄啊退大的时阵，海水退大的时阵，会有一条路。科学家拢用这个研究来印证当时的神迹就对啦圣经记载讲，吹了一暝啦。海底会变做大地，水分开两堵墙，以色列人行伫大地过了这个海安尼。兄弟姊妹，红海为着以色列人来开了一个通道，却是互埃及人陷入去内底。埃及人是讲，哎哟，这群人遐尔好搞运竟然会当过海，我嘛是赶紧入来，无咧管你恁以色列人。走入去，我嘛敢，所以规个军队拢入入去红海内底安尼啊。但是呢，摩西因先行嘛，咱拄也有讲，迄个云甲埃及人炸掉的，以色列人已经过不了啊，埃及人才追兵要入来，所以上帝互因有一个时间差，以色列人已经上到对岸的大地啊，讲摩西搁再伸手，天光的时阵，水搁恢复原状啊。埃及人是要对水来逃命，但是上主甲因赶倒去海里。这是上帝所安排、所做的一个神迹。出来记14章27节。兄弟姊妹，这款的事，埃及人因为因着迄款的生气甲冤仇，因无顾着，迄是上帝奇妙的安排，因也要照安尼做。对以色列来讲，这是神迹，是感恩；对埃及人是灾难，阁是毁灭。兄弟姊妹，这个故事，互咱什么款的思考呢？咱看去电影内底迄个出埃及记啦、十诫啊，这款图足多啦这是在记载摩西这个水海，这个红海指落这个地这个变大地这款的图片安尼。所以以色列人会当对两边的水墙的中间行过来过红海这是这个 Q 版的这是迄个卡通的画看到讲两边的水墙安尼。你捌看过水墙无？应该足侪人捌看过，因为你若去水族馆就看会到啊。水族馆看两边拢水我行对大地过安尼，迄是现代科技啦用玻璃甲盖过来安尼。足侪基督徒可能听过这个故事，但即马嘛真趣味呢。咱足侪台湾人嘛知影叫做摩西过红海，因为牧师的故乡有一个所在叫做摩西红海过海安尼。大家拢会爱要去行遮就对啦。这个看起来是有够神这故事感觉足神，因为这是其实是一个无人的小岛啦，离开平湖的迄个大岛中间毋知什么原因，迄个海影伊的两边会甲遐石也是遐沙拢甲压伫中央。所以呢，当退潮的时阵迄只人客就会当行这条大地过迄个小岛，袂使过伤久，因为过无几点钟迄个水就搁涨起来你就爱撩水不然伤过慢你那个叫人船去甲你载转来安尼所以变做去平湖佚佗的这游客拢知影有一个叫做摩西分海对圣经广告就对啦这暗时要暗的时阵真水你看
当迄个旺季的时阵哦，遐侪人咧行，啊，到这已经小啊有水啊咧，嘛是要人要撩过就对啦吼。啊，这就因为潮汐的关系，啊，这个小岛，啊，互人感觉讲，真趣味，啊，所以等于免费咧对圣经宣传就对啦。啊，总是这个故事呢，到底对今仔日咱有甚么款的帮助甲思考？兄弟姊妹，你的人生敢捌拄着红海？这是咱今仔日的主题啦。当我咧讲起这个题目的时阵哦，有人问讲啊，这什么意思啊？人生红海到底是什么叫做红海？吼，你若唔知这个典故，你真正唔知红海、乌海、青海、大红海嘛有南海啊，啊，啥啦？这叫做红海。事实摩西的故事，红海甲南海变作今仔日时代吼一个典故就对啦。摩西带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故事，伫生活上的譬如真多，特别是咱若看到一般的产业吼，人讲产业红海什么意思呢？代表吼，这个产业已经足成熟啊，大家相争咧做啦，吼，已经饱和啊，所以呢，发展一定会拄着困难，因为大家相争嘛。咱台湾吼，因为你讲大无大啦，啊小嘛足小，所以台湾人吼，大家拢会相争相对。啊，咧做手摇饮的啦吼，较早咧做蛋挞的啦吼，后来吼，佮做一寡店吼，伊开你就对伊开啊即间店吼，根本就无生意啊，因为大家相争嘛，迄叫做红海，因为吼，大家相争要趁即块大饼，啊根本咧都无去啊，所以迄人甲伊讲这是产业的红海，但是呢，产业蓝海就无共款啦，代表你开创一个新的领域。啊，充满各种的机会，啊，你看找着路无？你通开拓无？啊，特别今仔日的产业吼发展有够紧的啦吼，咱都讲对袂着。啊，遐有头脑的人，有眼界的人，像咱今日周报写的，迄个有鹰眼的人吼，迄个文章所写，有鹰眼的人看会着远讲啊，这是新的趋势啊，赶紧来投入。提早投入的人，啊，伊就产生了效果安尼吼。啊，所以蓝海甲红海是咱人生常常会拄着的。要毋过咱到底红海是甚么意思？咱正人大家各人的遭遇甲所拄着的拢无一定相共啦吼。大概人生的红海是会拄着甚么？大概即几项啦，走袂开啦。有的人伫细汉成长的过程中间无顺遂，拄着挫折。甚至有诶可能伫家庭无平安、家庭无幸福诶中间拄着诶心灵诶挫折；有诶是过程诶中间，互人霸凌，啊，所以产生人格上诶差异，这是一种红海，因为你行袂出来。有诶人就是因为安尼人格上甲人际上产生真大诶困难，甲人咧斗阵无法度人真安稳，啊，所以迄就是你诶红海。较侪人是伫工作上、伫事业的顶面、伫学业的顶面，你的选择拄着困难。到底这个时阵，我来，咱真多是升学季嘛吼，啊，即块大学生到底是要读啥个较好呢？吼，啊，去倒位读较好，啊，读什么科学较好，科目较好安尼。我有听见咱的兄弟有咧讲啊，有个囡仔吼。伊足有独立性啦！伊讲我考到大学，我无爱住台南啊，我要来去别位发展啦吼。迄就是伊家己的一个挑战嘛。啊，顶日伫迄个网络顶面嘛，有人哦，啊趣味咧问啦，讲我的囡仔哦考这个成绩吼，啊是去读南一中的后段班，啊是来读迄个第二级的学校的前段班较好。我连这也咧问就对啦，就讲哎呀，我著为着囡仔操烦咧。有影，足侪人伫人生拢会拄着红海。啊，他那边啊进行有困难，咱个我有时发现讲，咱有拄着经济上的红海、财务上的红海，甚至家庭的关系嘛拄着困难呢。夫妻的感情，囡仔啊无听话，啊袂当照咱的意思，还是讲咱甲伊沟通有困难，这拢是咱家庭的困难。常常拄着是咱拄着身体上的健康的问题，这嘛是一个威胁。所以兄弟姊妹，人生的红海是多啦，啊无共款，大人所拄着的无共款。
兄弟姊妹，你捌想过无？我捌拄着红海无？还是你感觉讲啊，感谢上帝，我一生哦拢足顺遂的啦，足幸福的，毋捌拄着困难啦，因为我足乐观的啦，安尼，那安尼甲你恭喜。也毋过，咱会通对摩西带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故事来学习着，因为咱无法度通去预料，什么阵会拄着红海哦。有时是你家己选择的，啊，行的路煞拄着；有的是即个环境互你的，你避免袂了。咱人生常常会拄着红海，因为咱拄着困难、危险、阻挡。毋过，请会记得，即个是人类成长的操练啦。咱毋通过头的惊吓。啊，就要闪，有时是成就理想必须要经过的路。意思是，红海你未前的就先惊，你就会亲像这以色列百姓，啊未平安就自乱阵脚，甚至若有人伫中间在弄歹话，讲紧哦，倒哦走哦。有可能就会变做踩踏事件，你敢知？大家小静要走，啊，弄落到地吼，对敌也袂来，啊，咱就家己先失败去啊。有时咱兄弟姊妹，你有感觉到最近这个月吼，咱台湾变化实在有够大啦吼。原来咱一般吼想讲，啊，咱有20吼，啊，总统就任嘛，小可欢喜一下，快乐一下啊，啊，都也无用通快乐啦。啊，过长工啊，正前吼，就拢发生即个青鸟事件啦，吼，青鸟行动啊。啊，无管你支持倒一边，你就知影讲，哎，台湾吼，安尼还佫无平安呢。吼，我代志遐那遐舞遐济，就舞遐大条安尼。哇，舞啊差不多吼，规个政府拢徛袂牢，要放的感觉啊。啊，毋过佫真奇怪，一礼拜乱吵乱，突然间吼。全世界，迄个 AI 的大咖吼，拢来啊，拢来台湾啊。一日到吼，遐新闻拢无人要插啊，干那要看即个黄仁勋啦，吼，啊要咱台南的2个子弟啦，苏之峰啦，吼，还佫加上一个嘉义的即个梁建厚啦，哇，比影星歌星佫较出名，吼。迄外国的媒体甲伊讲，亲像早前迄个披头士。啊，迄死过去，大家拢相济要做安尼。啊，到底是甚物原因？好像咱台湾吼，哇，迄个气甲都啊，原来是感觉讲，哦，啊，中国的军队，啊，佮中国的迄个飞机死过世，啊，台湾是要倒啊，是毋是安尼？你毋过一个这 AI 大咖来哦，哇，讲台湾煞请啊，安尼全世界大家拢咧注目的焦点安尼。啊，即个。危机甲转机同时间发生，迄就感觉讲对咱来讲足大的感触啦吼。啊，即个我想着讲啊，即摆即个台北的即个电脑店吼，即个上界出名的即个黄仁勋，伊的故事大家拢咧小姐咧像咧报道。即个黄仁勋吼，1993年创设因即间 NVIDIA。伊伫30年前，伊就要行一个 AI 啊，即个运算的即个路，迄阵根本都无人要插伊啊。伊讲吼，伊有2摆差点仔就破产啊。啊，所以意思讲30档都无人要插伊就对啦。吼，啊到旧年人才知影讲，有即个人呢。啊，所以伊的公司煞突然间，哇，一夕大爆发啦吼。啊，那即个故事咱真侪人知，比我较熟。我想要讲。伊家己的心路历程，伊家己讲一句话啦。伊讲无有任何一件伟大的事是容易办到的。意思讲吼，伟大的代志啊，毋是安尼啊，像倒顶泥柑啊，猛一就好啊。伊讲一句话，真侪咱今仔日的主题一个对齐印证就对啦。伊讲想要做伟大的事，并无简单，大生啊忍受痛苦，拼命拍拼。啊，搁来克服真侪困难，解决问题，进一步才会当真正欣赏、认可家己所做的一切。
你看，是先痛苦甲解决问题呢。今仔日伊安尼死过去啊，食一个夜市啊，吼食一个路边小吃，大家小济报价。伊若是一个普通人，你看有人要报无啦？啊，问题伫遮，迄30档的艰苦有人看到无？啊，就干那因太太甲支持尔。啊，伊感谢这个梁建厚，因为梁建厚伫30年前就讲，你做的这是对的。啊，这人的眼界真困难去预测。今日伊若无成功嘛，无人会讲伊的故事，敢毋是？但是伊讲这个问题，拄啊好是咱人生所必须要面临着，所都要拄着的。我会记少年时阵在做兵啦，吼，做兵啊，迄阵阮的时代做兵就是2档3档，吼，无人互你拣的就对啦。吼，啊，迄个行军啊、操练啊，迄是偌艰苦的，啊，去外岛搁较毋免讲安尼。所以迄个阵足侪做爸母的吼，对囝儿足烦恼。哦，去派去困难的单位吼，真歹过日，甚至无细字吼，性命无去嘛有可能呢。所以我会记阵伫咧做兵的过程中间，有真侪少年囡仔，伊就想足侪办法运用迄个关系啦吼，运用什么办法就是会通求顶司啦，吼，伊的长官互伊一个衔缺。互伊一个安尼轻松的工课，毋免操练坐办公室的安尼。啊，迄是人的一个本能，想讲吼，会使免艰苦。啊，我回去食军中的饭啊吼，啊，我做算馒头吼，啊，艰苦嘛是一日，快乐嘛是一日，迄是人一般会拄着的啦。但是我有看到吼，有一寡少年囡仔，伊知影讲，平常时我是要操练都无一定人会当互我，啊，我就借这个机会来互上艰苦的甲操练看嘛咧，哦，体能的操练嘛，吼啊去徛卫兵啦，条工经迄2点到4点的安尼啦，啊无共款的个性，后来即款的人出来社会，你想什么人会成功？遐会愿意经选困难挑战的人，因为已经经历过困难啊，新的困难就对伊。无过是问题。咱基督教来中国，吼宣教头一个宣教师叫做马里逊 （Morrison）。这马里逊吼，伫19世纪的初时阵，伊听见讲中国是一个足侪人徛起的所在，东方的所在，啊，伊就开始。祈祷讲上帝啊，求你派我去宣教。当英国迄边的宣教会要甲伊指派的时阵，问讲你伫亚洲倒位，你感觉想要志愿要去的？伊敢若讲一句，讲我求上帝吼，派我去上困难的所在，派我去上无简单的所在，互我试看嘛咧。啊，这个莫里森就是这个马吕逊吼。伊真正受派来中国，迄阵来中国要传福音偌困难，你敢知？迄阵伊是英国人嘛，英国的船吼，伫运输的船吼，毋敢载宣教师，因为清朝吼就禁止人传教嘛，禁止人传福音，所以伊甲英国遐个迄个船的头家讲，恁若载宣教师传福音的吼。我就要甲你禁起来，要甲你扣起来，安尼。啊，所以这个马里逊吼，要对英国来中国，无法度人照伊原来的航线，因为英国船毋敢甲载。伊吼专工佫坐对大西洋过啦，吼，去到美国，美国那个转对迄个南美洲，我走坐9个月的船，才来到中国广州。这个马里逊真做中国宣教的先锋啦，吼！伊的故事，侪一人在甲纪念，因为伊甲上帝讲，互我去到上困难的所在，上无可能的所在。因为人有一个本能，你若简单，你的能力就发挥袂出来。当你拄着困难，拄着失败，知影讲吼，佫摕着无路啊，你的整个的能力就出来啊。所以。兄弟姊妹，无论是这黄仁勋所讲的，还是
咱看见这个故事的考验，兄弟姊妹，咱有想到无？你的生命中有拄着红海无？你的困难是对倒位来的呢？是家己的原因，你家己做了、想了无周至，家己引起的，还是这个大环境所引起的？韩国一直拢咧甲咱台湾吼，伫遮高科技啦各方的行业咧拼。进前韩国是比咱较好，啊最近这10冬吼，韩国突然间哇，真侪物件拢比咱较慢。真侪少年人吼，毋敢娶某，毋敢迄个建立因的家伙，因为因感觉讲生活无愿望，啊，所以这是韩国的问题安尼。啊，所以到底这个环境，因为整个韩国的这个大环境都安尼，啊，少年人自然都会困难。其咱台湾嘛是安尼，哇，产业发展的足发展，但是有的人要得到生活的富裕嘛真困难。啊，这个环境引起的，到底你有好好来分析讲，上帝啊，这个问题是出伫倒位？是我家己，还是环境，还是选择？当咱分析厘清，爱甲伊带到上帝面前。当你带到上帝面前，你才知影讲啊，上帝亲像带以色列人过红海，有伊奇妙的安排，毋是家己爱乌白两乌白装，到尾吼啊，规身躯拢是伤，啊，毋过无效果。所以兄弟姊妹，咱要来学习讲人生的红海，是你信仰来得到安度的法则就对了。你们则来度过这个人生的红海。这个摩西因所拄着安尼，有几项甲咱学习。第一项，信心的法则。面临进退两难的困境的时阵，上重要是倚靠上帝。你毋通迄个时阵吼，爱慌慌张张，啊像人讲无头苍蝇安尼，你来安静落来，单独倚靠上帝。以色列人看到即款的场面吼，因信心无去啊啦，哦，一直咧责怪摩西埋怨。甚至哦，讲迄款足丧气的话，讲啊，等来埃及做奴才较贵会去啊。但是好佳在这个神的领导者明白上帝心意的摩西，无因为安尼打退堂鼓，用坚定的语气讲：免惊，手徛掉，看耶和华今仔日往你所要行的救恩。共款拄着问题，迄种无信心、软弱的人就讲无埋怨、怨叹，但是有信心的人讲，这拄好是上帝要显示伊的大权能的时阵。兄弟姊妹，基督徒的生活方式就是运用信心，啊，无信主的人哦，伊会倚靠感觉、经验、知识、科学，也是理性。伊足侪物件要来支持伊的想法，但是基督徒只要相信，就会做人所做袂到。这是足奇妙，基督徒吼，无一定比别人较巧诶，读册嘛无比人较悬，对毋对？但基督徒要有成就，毋是在于你有甚物款的才调，是在于你的信心。干那即项你会当赢过其他的人。希伯来书11章第6节，咱拄则有读到的圣经节，讲人无信心就袂当得到上帝的欢喜。若是到上帝面前的人，拢要信靠上帝存在，而且要信伊要报赏追求的人。台语的圣经安尼讲，无信就袂当互上帝欢喜，因为亲近上帝的人一定着信上帝有存在，佮信伊为互追求伊的人得到报赏。所以兄弟姊妹，咱人拄着的红海其中一项就是病痛，这是一个人生真难得去避免的一个挑战，但是基督徒的态度是爱安怎？你当着人生病痛的红海的难处的时阵，有人会讲：哎哟，啊我哪会破病呢？啊我也无得罪到甚物人，啊我对上帝啊足认真啊敬拜神啊，我做有甚物毋对呢？哪会互我得到这款病呢？但是有信心的人会安尼讲。这是足大的挑战啦！吼，伊讲感谢上帝，互我得到这个病，感谢主拣选我，
借着这场大病，互我经历到上帝医治、耶稣的医治。所以，当这两种心态，到底是倒一种心态会帮助你呢？你会当安尼讲，讲我为着我的关节炎来感恩，为着病痛、胃痛来感恩，为着上帝这个痛痛来感恩。伊讲我奉耶稣的名感恩，求主来医治我。意思讲，我拄着这款的埋怨都袂赴啊，哪会要感恩呢？咱想着讲，顶2礼拜，咱看到即个亚东剧团来到咱遮吼，咧演戏有无？伊讲即个姊妹啊，拄着人生的红海啊，伊互人家带去教会啦，人甲伊讲哦，你都爱感谢，你都爱学老，你都爱为着迄个对德来祈祷。伊讲我人生都安尼，你阁叫我祈祷，但是安那当伊念头一个转，开始学老。开始感谢的时阵，规个社会、规个世界拢对伊咧转啊，就对。这是基督徒较经历到的即款的议题啦。你若讲互人听，人讲你这人大概头壳歹去啊，才会安尼想啦。所以当咱得到医治的时阵，你意思讲，我就是要经历上帝的医治。上帝是我的上帝，我亲身经历过，伊救我脱离患病甲死亡。今日是为小等的。咱讲到说，咱要做一个医治的祈祷，兄弟姊妹，这是一个上好的态度。你来到主的面前讲，主啊，我感谢你，因为你互我得到这个病痛，是因为你要显明你的医治，你的大权能，你的头白。圣经咱常常读的经节，腓立比书4章6节，讲因凯无伫看路啦，你要凡事照着祈祷、恳求甲感谢，将要所爱甲上帝讲。上帝出人意外的平安，要通过耶稣基督来保守咱的心怀甲意念，就是这个，就是咧印证着你的信心，要互咱得到真正的快乐。第二，更加较清楚的是咱祈祷的法则。伫危难的时阵，用祈祷甲问题交托给上帝，伊就会帮助咱。摩西伫危急的时阵，上帝祈祷，要我吹大风，互海水一暝中间来提起，水分开。海就成做大地，一切人伫海中行大地，水池的中间来成做围墙。这是祈祷所带来快乐。第三，确信圣神的同在，圣神的法则。当圣神充满伫咱内面的时阵，对敌就唔敢活来。伫这个时刻是活过圣神的带领。咱看见撒迦利亚书4章6节安尼讲：上主吩咐所罗巴伯话是安尼。毋是我靠权力，毋是我靠才能，是靠着我的神。第二个圣经《使徒行传》1章8节头前句，伊讲：毋过圣神临到恁的时，恁要得到能力。哥林多前书2章10节，毋过上帝已经有通过圣神将这件事对咱启示。圣神彻底知万事，连上帝深沉的旨意嘛知。这是圣神互咱。具备互咱会晓去找伊无？咱会晓追求讲圣神啊！我拄到这个困难，拄到这个红海，问题是要怎做？后壁有追兵呢，头前是红海呢。第4项是上帝话语的法则。你爱互上帝话丰丰富富充满伫你内心，所以你当这个困难的时阵，上帝就会用伊的话来带你啦。这是你的智慧的来源。白白你拄到困难。咱拄仔讲，有人埋怨，有人怨叹，有人怪别人，有人是讲上帝啊，你要互我伫这困难中见证你的荣耀，就心态无共款，信仰、信心无共款的变化。所以像即摆咱推动读圣经，毋是讲都是一个活动啦吼。圣经常常实读，增加咱超越困境的智慧甲能力。因为你拥有上帝的话语，就是拥有一切。上帝照伊的话来行事，所以咱来读经、默想，相信上帝的话，爱祈祷。上帝互以色列人出来及了后，这个故事因行伫危机的旷野，是为着要咱对这段历史看见上帝是甚么款的上帝。意思你若无了解
出埃及的故事，无了解上帝伫以色列中间行的神迹，你圣经唔知，你就唔知影有即款伟大的故事，上帝行神迹的故事。所以你读段圣经，目的就是互你即个时阵，当你拄着红海的时阵，以色列人行会过，我嘛行会过，这就是读圣经的重要。因为譬如讲，上帝若无互以色列人经过旷野，就无需要降吗哪，互苦水变甜的水，烟吞杯内对石盘中出水。若无互以色列人过遮吼，咱看袂到遮个故事咧。所以咱无法度读到遮个神迹，因为以色列人无经历嘛，咱无了解上帝什么款的上帝，咱就无法度人相信上帝。咱嘛袂甲上帝祈祷，所以圣经的话语当充满伫你内面时，你人生拄着的困难吼，拢离袂开圣经内底所讲的。所以圣经的信心甲丰盛，就会成做你的困难。最后一个是救恩的法则。基督徒生命上宝贵的就是有上帝救恩的赏赐。因咱知影讲，耶稣基督已经为我来死，我领受着这永远生命愿望，所以这是一个最后的解决的办法。你人生拄着任何的困境，你都知影讲我已经得到啊。这是一个人信心的上根本，因为咱会当到上帝面前。以色列人安然渡过红海，埃及的兵才淹入水内，这是两个差别。相信上帝的同在，你就是拄着困难，你拢知影有主的平安甲你伫地。今日即位，咱确实人生会拄到真多困难，但是透过这个难处，互咱更较显出上帝的荣耀。希伯来书10章38到39节，安尼讲：我的义人要因为神来得到生命，但是却有人是退却吼，我就无欢喜。咱毋是退来沉沦的人，咱是要有信心来得救的人。台湾话安尼读，毋过属我的义人为对神来活，若有人张图退后，我就无合意。咱毋是退后得到沉沦，是对神得到生命得到保全。今日即话，人生的红海，逐个人所拄着的遭遇拢无相像，但是咱若有人拄徛伫红海的面前，请会记你兄弟姊妹，咱毋通先惊吓，毋通先软弱，毋通先埋怨，毋通先伫迄个所在伫自乱阵脚。请会记你用着咱头前所讲的，这人生安度红海的法则，赢过仇敌，突破极限甲困难。兄弟姊妹，咱基督徒来到上帝面前，遐毋是要学习这个生命胜利的办法吗？请会记你甲实用出来，甲行出来，互上帝你心上，就亲像以色列百姓经历着神迹同款。请会记你神迹嘛同款要发生伫你的身上。你是毋是有亲像摩西的信心？你是毋是有亲像摩西举起正手，也管啊指出这个人生这困境的红海咧？这是咱每一人的功课。愿咱大家通过这个法则，拢得到真大的信心甲开力。兄弟姊妹，咱线接要三甲，为着这需要的兄弟来做异地的祈祷。我要请咱的同工，这敬拜团的同工来帮忙来传这条诗歌。伫咧传诗歌的时阵，